啱下之前，當然要睇睇我哋投票嘅數據啦噃。總投票人數係206443人，佢所得到票數係132351。恭喜晒 Anson！梳化服同埋我最重要嘅神童，多謝。好多謝 Chill Club 啦，頒呢個獎俾我啦。好多謝每一位投票過俾我嘅神徒啦。我好多謝呢一年幫助過我做任何音樂嘅所有前輩啦、朋友啦。所有幕後嘅團隊啦，因為佢哋嘅照顧我，我先可以做到咁多唔同範疇自己好想做嘅音樂啦。要喺度好多謝屋企人啦，因為屋企人今年都好體諒我啦，亦都要再次多謝神徒啦。因為你哋每一日都俾咗好多嘅能量我啦，我都知道我哋係互相 back up 大家嘅一個存在體啦，所以多謝你哋啦。咁我作為 Anson， 我會繼續做好我任何嘅音樂啦，同埋影視作品啦。希望下年再俾多啲驚喜大家啦。Thank you。出歌邊個？男歌手羅漢庭。好，咁啊包括埋呢一個個人獎項㗎咯。跟住我哋仲有個壓軸中嘅壓軸嘅大獎要頒㗎。冇錯啦，呢一個獎咧就係咧由我哋嘅年度歌手獎咧各個獎項最後5強名單，總共37位候選單位嘅